點樣為我哋嘅未來做好一份穩健嘅退休規劃呢？我哋成日聽到一句話：心態穩，投資贏，退休規劃靠長遠。呢句真係精髓所在。我知道一講到投資，好多人都會好擔心波動。見到個市升升跌跌，個心就會七上八落。尤其係準備退休嘅儲備，睇見戶口數字一時綠一時紅，有時真係會有啲忐忑。但係我想請大家先建立一個核心觀念：波動其實係投資路上嘅必然風景，尤其係跨越幾十年嘅退休規劃，必然會經歷不同嘅經濟週期。關鍵在於我哋要分清咩係賬面浮動，咩係實際虧損。市場短期嘅上落就好似天氣一樣，落完雨會天晴，市場有跌，自然有回升嘅一日。而長線投資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擁有時間呢個最強夥伴。時間可以慢慢淡化短期嘅震盪，俾個空間你嘅財富喺一個更長嘅週期裏面爭取複利增長嘅機會。所以退休規劃嘅第一課，亦係最考驗人嘅一課，就係調整同管理自己嘅心態。真正令財富受創嘅，往往唔係市場下跌本身，而係我哋因為恐慌喺低位時斬倉離場，將浮動虧損變成事實。又或者因為焦急，頻頻轉換策略，結果喺市場回暖前就離咗場，錯失復甦機會。我哋建議係可以試下放低手機，降低查看投資戶口嘅頻率，避免情緒被每一個短線波動牽住走，令自己可以更專注於長線目標同計劃。記住，優質嘅退休規劃係一場講求耐性同紀律嘅長跑。咁具體有咩策略可以幫我哋跑好呢場長跑？下集我再同大家分享。今集重點總結：睇長線，平常心，避免情緒化操作，就係成功嘅第一步。下集再見。